琴日嗰集講到沙溪古鎮，感受過紅豆同阿遠嘅浪漫，又去過有風嘅地方。今朝早民宿聽住雨聲，食住早餐，餵埋鯉魚。我哋11點鐘左右就執好行李出發，向下一個目的地進發，劍川，中國木雕之鄉。劍川之前係滿街店鋪，現在少咗好多，但精品仍在。依家剩低嗰幾間反而堅守傳統嘅工藝嘅老師傅，每一刀都係心血。原來位於縣城東南，鄰近劍湖嗰邊，鎮內有個白族風格嘅園落、九孔石橋、木刻藝術博物館同埋戲台等嘅標誌建築，風景好靚㗎，好啱打卡。告別咗劍川，我哋繼續驅車向東，個半鐘嘅車程，直達大理喜洲古鎮。抵達古鎮已經下晝2點啦，由正義門踏入古鎮，迎面而嚟嘅係一片令人愕然嘅橙色荷花池。穿過熙來攘往嘅人潮，我哋決定先各自揾食，醫飽咗個肚先至出發。飯後，我哋走進一間白族嘅紮染坊。我哋見佢反覆咁樣浸泡喺板藍根嘅染液中，再晾曬出漸變嘅藍白紋理。呢門手藝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嘅。我哋沿住大街繼續前行，兩旁盡係玫瑰餅嘅甜香同旅拍店嘅喧鬧。坦白講啊，呢度嘅商業味濃到化不開，令人想快啲逃離。於是我哋加快腳步，直奔心中嘅真正目的地喜洲麥田。風起青黃洞，車行麥浪間，蒼山遠作伴，白屋靜相還，不逐塵圈去。唯隨野色閒，始終真意趣，何必問鄉關？離開喜洲嗰片令人心醉嘅麥田，我哋驅車前往大理市區酒店。放低行李之後，諗下唔好浪費呢個傍晚，我哋出發去一個特別嘅地方——興盛大橋。如果話大理古城係古樸嘅，咁興盛大橋係大理另一面，洋氣又浪漫。去有風的地方都係喺呢度取景，一面係蒼山巍峨，一面係洱海嘅波光，微風吹過，真係好似以為自己穿越到歐洲。喺興盛大橋吹完晚風，我哋喺酒店附近大排檔就坐低咗啦，叫咗酸辣魚同埋幾道菜。正當舉筷之際，抬頭竟見天邊紅霞跨住一道彩虹。大理嘅浪漫係麥田，係大橋，亦係呢餐街邊煙火。而今晚嘅紅霞伴彩虹，為旅途畫上最完美嘅句號。